现在知道疼了。一个女子逞什么英雄？救那些破肚兜干嘛？不救肚兜怎么赚钱啊？这是你帮我包的？你说呢？待会再换一次药啊。嗯，谢谢啊。那个，昨天晚上谢谢你救了我。你知不知道，你差一点害惨了丝绸庄。我害惨了丝绸庄？仙儿，如果我们整个丝绸庄被烧毁了，损失有多大？除了人以外，按照丝绸庄库房的总货数，把所有的货物分为完工成本和未完工成本。这个应该是632745两。那如果烧死一个人呢？按照一次性的伤亡补助标准，即为上半年我朝百姓所缴纳税款的30倍。那就应该是985990两。所以，就算是丝绸庄的东西全部被烧毁，也抵不过有人烧死在里面。所以，你不用谢我，要谢就谢你不是一匹布。你这话就过分了。你不仅有富贵病，还是个财迷、冷血怪，竟然会拿人命和钱财做比较。到底是怎样的爹娘才能生出你这样的怪胎？你，阿姨，青绿，你受伤了？没事，一点外伤而已。这还叫外伤？我去找大夫。不必了，包扎一下就好。那我亲自给你包扎。刚刚火势那么大，难道是你去救？没有，是刚刚扑火的时候不小心弄着的。